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10月29早起新闻，我是陈志安。继续来看今日报纸重点，先来看《中国时报》。最近有发生真侪件网络拍卖去拄到假买家，互人骗的事件。刑事局表示，若是买家，也是有客服人员通过要签金流协定、口座认证，这一定就是诈骗的陷阱。再来是《联合报》，皇帝囡仔热胎出现空芳。那细汉的时，捌去互伫下血亲性侵，就算讲大汉了后，家己出来申诉，因为加害人是伫下血亲的身份，会使直接去户政机关调到资料，继续来接近索缴。卫福部按算受家暴法，然后法院判有罪律调侵权的加害人，就袂使去调户口的资料。最后是《自由时报》，台电公布历来上大的差价，连续生产时间的电池方案。按算10月就落，新方案敢若有分官方甲假方的时间，这两种收费计销，适合连续生产的制造业者，大约有17000户有下资价，算起来台电可能减收7亿到8亿的电钱。继续来看第21届台湾同志游行，昨下晡伫台北市政府头前举办，按算有超过15万人参加。今年主题是甲多元共存，望讲社会大众会当理解无共身份、无共团体需要甲困难，互台湾会当成做一个更较多元、友善的社会。台湾同志支持热线的伙伴，摕各种彩虹旗甲细粒鸡龟啊，游行队伍规大阵，伫台北市政府广场集合，参加今年度的同志游行活动。当阮前辈技家为规身躯彩虹色的装扮行伫队伍内，也阁为着民众穿水水来响应。而且，干那要做这的服装，其实都要开真侪时间。花多久时间去做像这样子的？差不多快2个礼拜的时间。2个礼拜。生命退下来真的是古董，男男女女或者异性都是一样，爱就是包容的一切。我觉得就是让他从小习惯有参与这样的活动，就算他现在不了解，他终有一天会了解。也阁为着家长带囡仔出席。第21届台湾同志游行，今年主题叫做“加多元同行”，目标是要让社会各界会当理解无共族群的需求甲困境，减少对立。呼吁大家能够打破2元，看见多元、性多样的社群，能够看见他们的处境，然后并且与他们一起同行。例如人工生殖法，还有性别平等教育的相关的修法，我们能够透过改善法律的方式来去提升台湾的同志的权益。今年同志游行主办单位一共有15万人参加，不过除了台北市政府前东区街路的闹热队伍以外，总统府前的凯道原来有托育加幼教亲属来集会。我们不需要一些繁节缛节的一些条文来框架老师，让老师动不动就有可能因为一个误会就必须要停止，然后呢，他必须要被接受调查。幼教团队呼吁政府应该要修改幼教现场不合理的管制法令，同时嘛倡议让家长会当提早下班，细汉囡仔会当有够的亲子时间，老师嘛会当有正常上下班的时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然后来看民进党的总统参选人赖清德，嘛出现伫咧游行的队伍当中。国民党侯友宜、民众党的郭文哲，颠倒是拢伫咧赖清德的地盘台南咧拼选举。侯友宜是批评赖清德台独主张会引起战争，郭文哲是批评政府放任供电帮咧世界看，牺牲农地甲生态。大法考核，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加入台湾同志游行，甲民众斗阵行。意思是讲到，伫性别平权的道路上，民进党一直甲大家徛斗阵，未来也伫多元的共行路上斗阵向前行。婚姻平权并不是终点，婚姻平权只是台湾平权文化的起点。未来我会跟大家站在一起，在多元同行的路上一起迈进。遐来国民党青年团甲民众党时代力量这政党拢有派人参加，不过国民党侯友宜甲民众党郭文哲拢无出现游行，反倒当有安排台南的行程，抢攻赖清德票仓的意味是真高。另外2个人对赖清德的主张也拢有批评。他主张有2种，一种就是台独万岁，一种就是务实台独工作者。这2种主张都会引来战争，让两岸冲突。
你今天怎么想来这边看这个？郭文铁里面切批评，讲政府放任光电乱起，牺牲农地甲生态环境。不过外界依然关心国民党甲民众党合作。郭文铁讲，政党协商期限伫11月20登记日子，好友谊回应，双方协商一定是开放优先的，而且希望愈紧愈好。另外，连续进入最后阶段的基大明伫中国锁定富士康做相关调查了后，最高无公开行程，离北向阳实现世界计时中心总会活动，也接任理事长。我们只有一个共同的使命，就是要让全球国事中心凝聚一堂。基大明向现场的中心化为爱团结合作，斗阵强劲，为这个土地甲台湾的美好创造公平的未来，继续为家己来有声写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今日讲到民进党的立委赵天麟替选，民进党是决定要征调凤山的议员黄捷来选，黄捷表示会全力来拼。国民党的对手达米亚是批评空降的黄捷，就是民进党派系斗争让步的结果。支持同志大游行，高雄市议员黄捷传达尊重性别平等理念，上北来参加。所来，伊要下出家己的选区接受征调，参选高雄市第6选区的立委选战。参考南高屏小组成员的处理3天后的意见，那么也一致通过建议这个黄捷征召案。赵天麟委员就是第一个来打电话告诉我说他会全力支持我的委员，所以我听到其实非常感动，也觉得说有了委员的支持，让我会更有力量来为这一席来打拼。因为刚入桃色风波替选的赵天麟27暗时感恩餐会，大声话讲，这席一定爱保护掉。支持在地是最好，我的态度也是这样。可是如果支持黄捷是一个我们更能够稳当拿下来这个选区的话，那我要在这里表态，我个人愿意当黄捷第一头quân。黄捷以少年网络声量加战力强，赢过有意参选的郭建明、黄文义。不过，基层无爱空降人选，反对的声音未少。大声挑战的是地方组织定组整合。空降的黄捷造成地方上这么大的反弹，那这代表着就是民进党派系斗争他们妥协的结果。共选区参选人喜乐岛联名主席郭培宏是表达恭喜黄捷，嘛表示选举活动的步调未受到任何影响。大选剩较无80天，高雄第6选区立委选战全新的战局竞争真激烈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国际上要紧，去年的万圣节，韩国梨泰院发生人打人、打死人严重的事故，拢总是造成159人死亡，190人受伤。如今1年过去啊，梨泰院今年是完全无过节气氛，只有警方的 AI 监视系统管制出入，还有真侪去现场悼念的民众。韩国的梨泰院也生活甲异国文化正出名，进前不幸的吞大事件已经满1年，伫咧路的死过人无啥多，连都看到几多报名警察甲来现场悼念的民众。 이렇게 경찰분들이 쭉 깔려 있고 이렇게 인파의 밀집을 막는 게 물론 당장의 대비책이 되긴 하겠지만 이 상권을 찾아주시는 시민분들에게 뭔가 궁극적인 안전 대비책이 된다고는 생각을 하지 않습니다. 去年10月29，梨泰院才正为巷仔内面来了几多万人要庆祝万圣节，却意外发生吞大事件，造成159人死亡。外界讲，拢是因为政府无做好人流控管措施，意外发生了救人的动作搁伤慢，伫咧韩国社会造成一道伤痕。虽然即马当局用 AI， 也搁要甲上清代监视器伫咧控管人流，不过真侪业者拢无办活动。 원래 이 시간만 돼도 사람들이 분칠을 하고 막 피칠갑을 하고 여기서 돌아다녀야 정상이거든요. 근데 지금 돌아다니시는 분들 연령층만 봐도 나이가 좀 있으신 동네 지역 분들만 좀 돌아다니시고 계시는 것 같고 좀 젊은 친구들은 확연하게 줄어든 것 같아요. 有不幸死亡者的家属认为，梨泰院事件总共起诉23位官员，验过到即马拢无任何高层官员被免职或者是请辞下台，造成意外的当地正会巷仔内面的违章建筑也未拆线，真侪人抑阁伫咧等看证据当时才会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
镜头转来国内，讲台中有袂少大学生去互通信行咧推销，免用信用卡得当办分期买手机啊，佮利用一个招一个鸟鼠会方式来骗学生。警方目前已经抓到2个嫌犯，继续咧追查。购买高价3C 产品，那签署无卡分期贷款的合约可获取新台币5000元。那如果介绍朋友来办，则介绍人另外又可以抽取2000至4000的介绍费。那申办的学生均无实际拿到3C 产品。那直到这个零钱缴纳不出这个贷款，导致许多大学生分别接到融资债权公司的催缴通知，那突然间成为债务人，使之受骗。警方表示，嫌犯是骗学生讲分期买手机只要留资料，就会当先赚5000，若个小介朋友来买，佫有通抽。等到学生接到讨还钱的电话，才知影已经被骗去。教育部嘛证实，逢甲东海等学校有将近90个学生受害。平均一个人就防骗5万至10万。继续来看到台南的天狗热病例已经超过170例，逐天拢咧喷药甲消毒。昨下晡东区有一户人家喷药了煞倒火烧，厝主讲伊考虑要甲国家来讨赔。卫生局表示，到底是毋是因为喷药来造成火灾，这部分佫需要查明。透天厝2楼大火烧起来，大火含浓烟一直对窗门传出来，附近的厝边拢走来关心。2月7号下晡，台南东区这间厝失火，2楼烧甲乌麻麻，厝主一家伙迄时阵拢徛咧外面，互乡乡发生的大火惊到。迄个勘察了落来，伊叫我落来了，无到3分钟至5分钟，伊又走来讲怎么办了。来了，又走去找一个小姐，一个小姐了，讲快点打119啊！配合卫生局执行天狗热化学防治，2楼才拄好药喷完，却烧起来。隔壁间嘛差一点烧着，厝外面的光线拢扬起，互厝主质疑是化学药剂使用有问题，引起大火，无排除要提出赔偿。如果没有燃烧过去，还好没有燃烧过去，要不然这个集结社区就完蛋了。那喷个登革热把我们家搞烧掉了，这成什么体统啊？所以考虑会申请国赔就对了。对啊。拜六早起，消防局火调人员来到现场调查，要厘清火灾原因。技术做事的喷庆嘛带登去现场，了解迄时阵发生的状况。卫生局深表遗憾，正常情况喷药的工作并不会造成燃烧。引发火势的原因还要等消防局进一步的调查才能确定。卫生局嘛表示，若是火灾调查确实和喷药有关系，会启动防疫补偿机制来提供补偿。记者李小燕、陈彦坤台南报道。伫咧南投的鹿谷是搁再发生虎头蜂攻击游客事情。汤圆有一阵14人去南投鹿谷的凤凰山报道，有6个人煞去互蜂叮到。消防局接到报案，出动4个分队，甲受伤的民众送到病院，加在是拢无大碍。救护车赶紧赶往现场，国内伤者惊到，看起来是真不安。也若身躯有真侪所在互蜂叮到，救护人员先检查了后，初步处理，甲伤者送往南投的德山秀团病院。都还是轻症啊，所以一般打个看过敏的，那观察一下，应该就 OK 了。伫8中昼左右，一个来自汤圆的旅行团，一行14人到南投鹿谷。凤凰谷鸟园边仔的凤凰山的步道去行路爬山，验过疑似互虎头蜂攻击，6个人因此被叮着伤，其中2个人伤势较严重，出现真喘的情形，其他4个人是定的所在真痛，加在是拢无性命危险。这2个现场就是被叮比较多包，他会有点喘，而剩下4个人就是比较稍微还好。那我们现场问他们说这是黑色大只的，所以也不太确定到底是土蜂还是虎头蜂这样子。消防人员讲，有甲伤者接触时已经离开事发的所在，是否都是将虎头蜂叮到，也进一步调查。另外，最近虎头蜂攻击的事件常常发生，伫9月20，甚至有一个20人的爬山的团体，伫瑞丰的山区被攻击，造成2人死亡，9人受伤。专家提醒，民众爬山时，较莫穿深色的衫裤甲喷蜂水，若发现一寡蜂出现飞来飞去，就应该赶紧细路行闪开。一旦会受叮到，也避免使用氨水也是尿，以免延误就医。
意的黄金时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那讲到生育人有万圣节，伫台南嘛有一个赤坎万圣节，今年已经是办第4届啊。这2天各地头的百家将拢会汇集来到台南来演出。今年负责的关河宫嘛特别请出已经40档毋捌全权出动的保生大帝驾前36新将，做伙来斗热热，嘛带各位观众朋友做伙来看卖。顶头伫咧街路市景是府城真时常看到的景象，不过要一个看到36身星将摆几排，这种场面真罕见。今年由大庆街元和宫担任赤坎万圣节的得胜官，来邀请各地头的家庭来斗热闹，已经让40档毋捌同齐出现的保生大帝驾前的36身星将，嘛做伙出来游街。别方表示，顶一届36身星将同齐出现是40多档前保生大帝一称回圣诞。咧行进的过程，咱有爱100几个人来负责这段，这确实对人力物力来讲，拢是真大的挑战。这回我嘛是有拼看卖啊，希望看会到这个情况啦。而且就会当一届看到你想要看的，而且嘛是了解到这个传统文化的艺术。大庆街元和宫是百家将的发源地，别方用百家将做元素，除了有6旁无共派门的家将团来表演特色的卡步手路，甚至个开放民众体验画面谱。根据了解，家将的面谱是以单页的织布落去画。另外，现场个免费送平安盐掺软脚卡，和民众有食有料。喜欢把小酱给我今天的花莲。文青是带领啦，武车是保护文青，这领来讲落来，咱百家将有啥物妖魔鬼怪要来擒拿，4大将是甘柳社番，是青拿这番的4季春夏秋冬配合4大将。角色安尼啊！假期连续2天伫全美戏院头前封街举办，现场冒百外大大会，别方指出要传承优质的文化，应家己先做起。主办单位希望大家用不同的角度来欣赏，减少对顶头文化的误解。赤坎万圣节到达第4档，伊嘛用着独有府城气味的民俗活动。记者新闻台南采访报道。刚来看新竹的生活美学馆举办母语友善行动，广告书搬起出告白母语词啊，希望让民众来体验母语的水。去囡仔敢会足困难？爱时间体力。哦。母语市集内底有讲台语掺客语，互家长带囡仔来到现场，透过上平常时的方式。自然开嘴来讲母语，袂歹啊，因为这介自然，大家拢会当来这参加，然后顺便讲台语，甲大家互动安尼。一般你去买物件，敢会讲台语？较少。怎讲？为什么？平常时就较无会讲台语。现场有台语过关游戏，考验大家母语。新竹生活美学馆表示，透过活动，除了希望让大家在生活中加接触母语、自然讲母语，更加希望为台湾社会带来更加丰富的母语资源，鼓励民众做伙来学母语。我们为了要提倡母语的主流化的一个行动呢，是透过我们的故事，还有我们的戏剧还有我们的闯关，还有我们的各种的文化体验呢，希望我们从这个摊位当中，我们希望用我们的国家语言，各种国家语言，用自然的语言来讲。另外，现场包安排手艺来服务听众朋友，希望以多元以及平权的概念，让所有人拢会当来参与母语友善计划活动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天气报你知，这2天受到东北风的影响，北部、东北部的天气会较凉冷。虽然水汽有减少，不过也是有可能有时会落局部的阵雨。今日伫南部地区、各地山区、过道嘛可能落阵雨。下晡晡天气啥款？来看详细资料。北部地区21度到27度，中部地区20度到30度，南部地区22度到30度。
东部地区20度到27度，外岛地区21度到27度。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。感谢你收看今日的早起新闻，我是陈志安，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。